平若到上下班时间，台北坐温是拢人客人。不过最近天气真热，有真侪民众怨叹车厢的冷气是无够凉。台北市经过评估，讲要甲坐温的温度调降，普通时也是降到24度，按若人较侪时间，就比较餐厅降到23度。 台北坐温一天的运量有200万人次，最近常常互民众嫌讲冷气无够凉。早起台北市长周万安是表示，拜三决定把坐温的车厢温度降低，文湖线位于原本的25.5度，尖峰时间降到23度。昨天我们也决定来就北捷高运量的部分调降，在非尖峰时段24度，那尖峰时段我们会降到23度。那在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，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调降温度的方式让民众都能够感受到，我想搭乘北捷的乘车品质是优质的。台北坐温这2日已经把温度降落来啊，过去车厢内底会较翕，尖峰时间人客人有时阵阁有臭怪酸味，冷气的温度降低了后，常常坐文湖线的民众是感觉差真多。那前阵子真的蛮热的哈，那我觉得这2天开始好像坐起来比较舒服一点，哎，感觉好一点。然后下班人多的时候啊，也没有这么样子的闷热了。这个温度是比较舒适的。那之前他是走那个板南线，我们有坐过，没有那么舒适，有比较闷一点。周万安是表示，新措施估计大个月电费会增加200万到250万。不过，即马1200块的定期月票推出了后，坐捷运的人是变多，温量是提悬，资本就爱投入对应的成本。也让外界嘛关心，捷运外带的温度敢会比较办理？这部分周万安是无回应。记者柯家山林秀凯台北报道。